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政府也按多年来鼓励各大学客家学生研究，总共有6间学校、3只学院、13只内所开客家高等教育。不过也对内所啥单单如过去实质。屏东教育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今年9月的本年合并过后，最近高雄师范大学也打算爱整并客文所，也消息传出来，学生的路发通联署做行通客抗议，也提全国客家文化会议的时间澄清，抗议高师大安尼做违背的客家基本法。虽然经过学委会的打合，学校同意暂时唔整并，不过还是坚持公部门应该爱专案补足实质的欠额。推动的为青年的客家高等教育更加发展多样呢。高师大同屏东教育大学的整并是铁力，也算是一连串效应的开始呢。陈居民、陈清伟的整理分析。请爸爸还给我受教育的权利！请爸爸还给我受教育的权利！应该要还给你的。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10個人嘅碩士班研究生，用行通劇、高等教育考察到經費，想要裁編客文所，無顧到學生嘅意義和權利。小課每年都品學兼優，所以他可以領獎學金，對不對？那我可以用他的獎學金分給其他的孩子，這樣我就不用負擔這麼多的教育費啦。只有教育部用2008年修正的大學研究，學生來招生營業發展審查專業優點，相關的內所師資營業比例，或係內所評價的重要指標。一般獨立研究所，學生係超過15人，專業的先生至少是要73人。不過教育部特別表看，客家研究所專業先生才是要50人，不過高師大還係無辦法符合，故所內所評價無高，會面臨咁多嘅危機。你知道一个所的发展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员额嘛，那结果我们只拿到3个员额，那现在3个员额因为学生数已经超过了15位，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就没有达到5位真正师资的这个员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曾经考虑过讨论整合的问题。啲客文所無倒聘前生嘅前提下，教方期望同客文所變到其他嘅獨立所，本師資嘅營業都係跨過教育部規定嘅門檻。整併過後，也冇聽說會有客家相關嘅組別。一樣學生嘅來教時就被責散落，客文所嘅學生嘅因為一樣完全為破業，這樣是客文所造成的條件。你今天進來可能是客家文化研究所，那你明年出去可能變一個經學所嘛，或者是奇怪的研究所，這樣或許有可能是台灣文化研究所等種種可能，對。但是這樣子，我覺得那個跟當初學生來念這個所的那個整個心境跟期待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生嘅表示，教方上嘅整併實唔適留學生嘅溝通，故所發起名譽聯署，而搶救高師大客文所，萬難以澄清，甚至召開研討會討論客文所存廢嘅問題。行政院客委會來教育部一開始建議協調。我們現在就是希望用時間來換取空間了哈，就是也許可能明年嘅學校的這個經費呢比較充裕了，他們可以再提供這個2個師資的員額給客文所，沒冇停抽哈。客委會教育部關心，然後議論的壓力，本高師大教方初步同意簽訂整併的時程，等2012年的內所評鑑過後個決定。不過還係堅持政府應該專案補出缺社會師資。如果客委會一直認為客家文化是重要的、重點學門，那是不是教育部應該不要讓高師大自己來負擔這個經費？教育部可以合撥1個員額或2個員額，讓高師大的客家文化研究所的發展更好。那當初是考量客家研究是因為在國內算是比較新興的，那我們為了要讓這些新興的一個學術領域能夠成立，所以我們給他3個員額，這個已經是其他所都沒有的待遇了，所以政府已經給3個了，相對的學校也應該再投入1半2個進來啦。對於唔拉師資經費呢片段，教育部和高師大係喺各講各嘅，不過問題嘅症結係沒有倒聘2個專業的先生，學生嘅和教方嘅看法也係完全唔一樣。如果一個獨立所只有收1個做2班，這3個老師沒有滿足需求。5個老師開什麼課？所以學校要考慮成本的問題。多了2個老師，其實我們是有門課可以選擇的。
对，那我们现在3个老师其实选择的课还是有限的，对啊。那我们学校有关客家文化能够开设相关课程的老师其实也不多，对。那可是学校又迟迟不让我们增聘更多的老师，对学员是一个很大的权益受损。为了扶持三非市區，政府20年代鼓勵國泰學客家學術嘅研究，到一下為止，總共用6到3億，總共13年數來辦客家高等教育。不過，照行政院下委會2007年嘅委託調查顯示，一啲年數相當普遍嘅缺少現象，將成立無到4年嘅屏東教育大學學文所，經驗做正編組文化創意研究所嘅行業組，最早成立嘅中央大學嘅客家年數。一相同面臨先生唔大問題。以下嘅人講教判嘅規定講，一個所呢絕對要有7個專任教員，安尼情況下才可以維持嘛嚇。嗰度以下一條所差唔多就冇按多個人員嘛，因為都2個、3個，最多就4個、5個安尼啲呢。嗰度就當然就講按哪嚟裁編。缺少先生也唔單淨係學校經營成本嘅考量，因為客家學係喺啲起步嘅期託，專業嘅先生唔多，故所當只係明明就有缺，實請唔到先生。很吊詭嘅事情，就講我哋係有名額，是有名額，有實質嘅名額。不過其實學校佢聘人嘅一個要求，佢可能會較高，我哋冇見得做得當順利嘅聘到嘅先生嚟教書。有按樣嘅專業嘅先生，以目前嚟講，實在唔係講當多。根本就冇一方面的實質嘛。可是你今下就開始愛來批，一定愛批出啦。我飛的時候，我那批出。雖然講我還有幾多問題來講，至少以後一個吹人用呀，唔吹過中落去呀。你冇一個吹人的時候，人家吹一堆哪來？一下出頭一少冇嘢呢，下一少冇樣嘅。照行政院下委會嘅調查顯示，客家相關年數嘅報考人數越嚟越少人。中國時代學文所嘅報考人數，短3年都從890降到冇到53人，甚至有啲研究所，天一年嘅錄取率增加2到3倍，甚至更加高達63%。從議會研究所嚟講，希望呢我講下。要有心嚟去做客家研究嘅，按照當時錄取，而家大家都經濟導向嘅情況下呢，來考研就當少，來考研少呢，嘅學校就因為人家呢判起來呢冇乜有利益嘛。上輩嘅3家學員全部變到其實所有嘅功課，我是綜合性嘅大學地位度，按兩幾家數，兩幾家係最唔賺錢嘅，學生人數最少嘅，所以在不久嘅將來，佢可能未會變到。冇學生嘅做行較討唔到資業，呢所純粹必要性，當然也會受到義負。這樣情景也最見啲其他嘅文項呢，這項呢一條學科。20年來，高等教育一下都會按多，就統計大學生碩博士生增加2到3倍。唔過考下到少子化，各科呢報考人數但是少會當多。非應用學科也係最早受到衝擊。研究所嘅教育嚇，也唔單止客家嘅方面嚇，你講好多嘅方面，也講一般嘅方面嚇，英文方面本來就看要師。其實理工方面嘅話，博士班、碩士班這麼多學生嘅報考幾乎接近0嘅，一多，也係整體嘅現象，唔係講做客家嘅方面有咁嘅現象。客家學院這些整備呢，也反映出整個大學人數跟市場的需求之間的落差，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今日有材料呢，超好！飛賢有看到冇？一隻嘅有怪同用面嘅呢。哎呀，一片弄個有怪嘅用面啊！有咩叫乜嘢好？帶他嚟多地方呢，係南投人。南投人，超啊！但係南投人4年路係曬，那見邊啲人來到南投人嘅嚟啊？高等教育嘅選擇，大體結合係一擺條路嘅方向。創業下托國時代學文所嘅林飛雪，早件開始參加客家節目嘅主持工作，係因為畢業過後，一想要做客家相關嘅條路。我畢業之後可能會對數位媒體這個方面，讓一直就是讓更多嘅鄉親看到我哋嘅客家文化。
王晨漢喺舊體客家學業，傳播到科技內天意嘅畢業生，退伍過後做實忙嘅讀書，準備公職嘅考試。唔過作當表嘅雖唔係客家相關，但是係法律嘅書。大學大一進去可能感覺還不是很明顯，可是到大二我就開始明顯感覺到我們系上還找不到我們的系的明顯的定位。居然取名傳播科技，可是我覺得它既不科技又不傳播，就是它很模糊啦。然後我覺得這樣我完全無法跟其他傳播科技的學校的學生競爭。報數來說，當然有50到100個客家相關內所嘅畢業生，呢度客家內所一啲招生嘅時節，強調畢業過後做考公職，客家電視廣播一條條路。唔過專門否認呢，一下客家相關嘅條路總共有限條。雖然高普考竟然開始有客家行政類科，6次率3冇到1%，其他客家傳播工作也係唔係依度。畢業過後嘅出路，喺老所學嘅相關，差唔多係當社會。可是出去之後會發現說，其實可能現在的社會並沒有這麼重視客家文化，所以就是出去的時候，我們會被迫與現實低頭，然後就是會放棄我們熱愛的客家文化。在培養的過程當中，從我們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是應該考量到，就是說，一方面要考量到學生的就業，二來就是說，可能像這種專門的、特殊的小語種的這種，其實必須要考量到它的跨科系的領域的能力，在這個非傳統的那種就業的概念之下，要去做這些不同的推展，也就是所謂的藍海策略啦。因為按入呢度客家學業開始強調非客家應用學科來招生，唔過招客會嘅調查，個體地方上涉讀客家學業嘅學生嘅，無因為客家學習來行緊認同客家，像王晨學做實地自家做一段片段，表達對讀客家學業嘅疑惑，學習行緊因為。也係盼學者應該認真面對問題。如果我們可以畢業的話，那個人家問說我們讀什麼學院，你們會跟人家說我們讀客家學院嗎？子豪，你會嗎？不會啊。你呢？現在？不會。林宥嘉？當然不會了。啊你？當然不會啊。你自家既然唔想讀客家學院，唔怎麼嚟報考嚇，人自家應該付出太經驗嚇。要客家學院方面，可是人學生有按嘅反應，佢唔想嚟讀，一個佢唔了解法，應該盡量想辦法了解。可是佢自己唔想嚟讀人客家學院，應該想辦法嚇輔導佢轉行家佢理想嘅考慮。嚇唔係講像人按嚟，佢要攀好攀資源發落去，冇得到人嘅效果。嚇呢個佢唔認同人，按落去就雙輸嘛。其實做啲國體學建設立客家內所嘅時節。主要學者實提出，客家內所踢到，我本身踢本來就唔賴教育資源，變咗客家就有好食，實施唔飽嘅困境。因為嗰樣時客委會嘅方式就唔申請，佢就鼓勵，嗰時候南部就按呢三咩所就可以講統有獎嘅按呢個方式，太강人就抽到獎按呢嚇，太一種方式來講資源。確實分散到三個冇共用嘅位所去。冇辦法按呢，用一個集中嘅一個方式啦嚇。就像目前按呢，本各個學校用幾個片嘅內容去管理嚇，加上基礎學業hand辦呢，現在一個本業合變態啦。面對客家內所嘅生存危機，有學者也開始呼籲，應該重新檢討，也係客家高等教育，甚至用虛擬嘅客家大學嘅概念。來統整全國客家高等教育資源，每本國內所世界一邊。尤其以下有各個大學自家支持的情況下，我多地方呢生存就很艱難。因為人做唔得講呢，就全部推出按個成立也冇可能嘛。當然係喺剛教判咗出來講，就各個大學交通嘛，本業客家學院呢係個較特殊嘅樣嘅。等的確係多個片的係個支持的一個學院，但係佢支持有隸屬於呢另外一個可以講客家大學嘅一個內容，按嚟管理呢，可能真會有效。跨教合作嘅概念，其實舊時太一式，設定了屏東教育大學合學客家學程，各國設成議學府，沙考下到法規冇辦法實行，一行卡唔是講。跨教客家內所行政教育資源向下分享嘅可能。現在法規冇辦法講兩間學校開一門課過，一門課
量片或教做声音学分，根本冇办法做上安那个事情哈。一门课都冇办法，加个冇可能讲两个学教的那所变啊做一个那所安尼。教育部虽然认同客家高等教育资源有整合的必要性，不过尊重大学自主的前提下，又冇方便出面，相中的期望各大学做得审慎的考量。要整并、要整合、要合作，当然是要各大学。以行政机关，它并不能去做强迫，因为这是大学自主。那我想这一方面，我们的学者专家，在这相关领域的老师们，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就看看说，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来去做一些调整。因为讲也是冇市场安尼竞争的能力的一个高深的研究的领域哈。啊，比如讲像一种历史、哲学、文化呀方面呢。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历史、一个社会发展，个人文的素养啊，公民的价值来讲，当重要的一部分，那政府一定要全力的支持。所以讲，这么有政府的目的主要讲，协助好要到为市场化做唔到的事情，好要当政府存在的目的嘛。早啲3年前，行政院校会的调查报告中，就竟然看到国教客家人数少现实，和教育资源分散一定问题。一刻高斯泰客运所整编的争议，因为学生的反弹而爆发开来。相关的部门喺個唔長遠的來看，繼續拖下去，喺呢擺爆發的時節，可能萬代都有問題。